那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先念诵文殊礼赞文吧。我们每次都有念那个文殊礼赞，也不能说每次都。这上个第一次嘛，上个礼拜是第一次。从现在反正学语文嘛，能够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每次上课都要先念诵文殊菩萨的礼赞文。好，礼经上师与古诸至真妙作吉祥，谁知妙会离二障云。如意那个动了啊。尽所有意如实见故，手指经卷与心，任谁堕落于无明因苦所逼，年诸众具足60妙因语，如大雷震行烦恼梦，及业力为除无明犯诸苦妙，高举智慧妙宝剑，本来清净究实地，功德有正佛子身，百一12相无我定妙吉祥。唵阿拉巴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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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唵阿拉巴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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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唵阿拉巴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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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悲尊以智慧光明，尽除我心除黑暗。父亲将此智慧辩才明，令我通达佛语正论义。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同时用功啊，光这样去祈福也没有用，不会进步。那我们就先复习上个礼拜我们30个字母，一堂课就全部教完。也许新的同学会觉得比较快，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复习嘛。好，那我们从头开始念一下啊。嘎卡卡啊，加恰恰呀，大塔塔那，巴帕帕嘛，扎查扎哇，下沙啊呀，拉拉下沙哈啊。好，再念一次。嘎卡卡啊，加恰恰呀，大塔塔那，巴帕帕嘛，扎查扎哇，下沙啊呀，拉拉下沙哈啊。好，再一次。嘎卡卡啊，加恰恰呀，大塔塔那，巴帕帕嘛，扎查扎哇，下沙啊呀，拉拉下沙哈啊。好，也许上个礼拜我们大家都有请你们写这个字嘛，是不是？下个礼拜功课你们大家有写吗？啊，都有写，对不对？啊，好，有写，大家对有写的话，自己会，反正花一点时间，就慢慢会有写才会认字嘛。如果不写的话，那认字的部分就比较难，所以花一点时间，每次，因为我们
就每个礼拜都会有进度嘛。那你如果不写，慢慢会赶不上进度。所以希望不要就是说刚开始就，呃，也不能说偷懒了，就是因为也许你们，到很多也是白天是上班，所以下班又回来就比较累，所以没时间又写，就这样就一日过一日，就又回到礼拜五哦。哦，好，有买就已经是有心去写了。哦，那个也不错啊，同学买了那个可以写的，你看，给大家那个有个同学推荐。对，这个你推荐的吗？这个写藏文的字，写藏文字的书法，这可以练习，对。从哪里买的？这个是？在那个博客来网络书店。哦，哦，而且不会很贵，才100多。哦，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又把那个30个字母的部分，再两个字拼起来。现在我们因为只教了30个字母嘛，所以30个字母拼起来，两个字拼起来会成一个词汇。那我们就开始看看。好，那第一个是，对，后面你们这个是嘎哇高哇嘎哇高哇，那个要念哇，你们30个字母里面是爬嘛，对不对？所以大部分是大致就是几乎前面有一个字，它是加在后面的时候，那个都要念哇。其实我们30个字母里面的就是字母里面的就是这个字嘛，这个哇。那现在我们把这里面带过去的时候，就是通常学30个字母里面是会念爬，对不对？爬。那现在它这字它变了，它变，这个不是后加字啊，这不是后加字，后加字只有10个字，但是虽然是它可以讲后加字，但是现在是基字，现在这里是基字，没有前加字，没有后加字，两个都是基字，没有后加字，也没有前加字。但它前面有一个字的时候呢，大部分，因为刚刚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嘎，对不对？所以嘎后面它前面有一个字的时候呢，这个爬呢几乎都要念哇哇，那么所以念这里是嘎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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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嘛，高。拼音的时候念哇，但是后来念整个字的时候就清音，是不是高啊？这样子是不是？你嘎哇高啊，是不是？那个念整个句子的时候就清音这样高啊。哦，你是嘎哇。嘎哇高啊。你念出来的是嘎哇高啊，可以啊，高啊。对啊，你刚刚念不是嘎哇高啊，那高啊不是就一整声音。就平音的嘛，高啊。高啊。高啊。清音了。清音了吗？一个一个字的时候，我们也先强调一下嘎哇高啊高啊，高就是柱子柱子高。第4声嘛，哇是他本来念爬嘛，对不对？现在改念哇是第2声啊，那高啊是平音的嘛。就是看你们了，因为你们是1声、2声、10声，是你们用中文的讲法来去叙述的嘛。那我们藏文的通常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说什么1声、2声、10声。那你们把1声、2声、10声是从中文里面带过来的，你这样去带过去，可以这样去能够理解，可以
区分的话也可以啊，对不对？因为也是现在的教法里面都是有这样去你们带过中文的师生一生二生师生这样去带的嘛。那你们去看你们自己，对不对？啊。告啊啊哦告啊好，这个对，两个一起念的时候，你要念高啊，应该是平声嘛，是吧？高啊，啊，你们两个意思，告啊，那就是有点像，不是，就是念两个，就是告啊，不是柱子，不是一个词，告哇，嗯，连起来的时候，嗯。就是前面是有逐字要念嘛，那就是原来的那个拼音啊，那结合起来就一个名词了啊。对，没错，是这么说。然后是藏文里面都有很多，就是接下来你们会遇到很多就是连读的拼音啊，连读音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变音。那现在目前不用说连读了，都是这个两个拼音合在一起念一个名词，那是音就会有点变，你们有发现吗？对不对？对，所以就先跟我们一起念一下啊，嘎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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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是看嘛，嗯，它是一个字，它是一个音节，它是一个音节，它是一个音节，对，它是一个音节，因为有个点，然后这也是一个音节。第二个是卡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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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是雪嘛，雪山的那个雪，卡哇，啊，卡哇，哦，那我们学到第三个字是什么？卡嘛，对不对？第三个是卡，那我们就这边用了卡萨，卡拉，卡萨卡拉，卡萨卡拉，卡萨卡拉，到处的意思，卡萨卡拉。这些都是机制里面的嘛，对不对？我们30个字母里面的，30个字母里面你这个，对，卡萨卡拉，卡萨卡拉，卡萨卡拉高啊，卡萨卡拉高啊，到处都是柱子。萨是地，拉是山，是因为这样的。那个这里上次的波就有教萨是地嘛，对。有山有地就是大树。上次我们讲的是单字的那个萨，就是地。那现在不能讲地，现在它是拼起来的时候，它不能讲地，它的意思变了，意思变了啊，所以这里是凑起来，这4个字凑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名词，到处，单一的一个萨的话，那就是地了，这样你们记得比较我这样去。因为30个字母，因为我们目前只教了30个字母嘛，我把30个字母凑起来给你们一个名词，
卡萨卡拉，卡萨卡拉，卡萨卡拉，卡萨卡拉高啊，卡萨卡拉，高啊，哦，这两个音，一个是高啊，那第二个是高啊，啊，音有点像，对不对？一个是高啊，一个是高啊，高啊，靠啊，高啊，对，这个两个音不能混在一起啊。那你要讲肚子，你就收成学，那就人家听起来的时候就会混。对，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肚子，啊。人会见对爬，如果在低字里头爬，如果放在爬那个字放在最后的话，都要念到爬去。对，对，几乎都是念哇。那这个部分是这个爬呢，如果是我们不是说拉萨语跟安都语跟康巴语吗？如果是安都语里面没有这个爬音，都是哇，都是哇。他安都的讲话的那个语音里面没有这个爬，都不会念爬。看到那个爬都是他们都会念哇。不是改不能改，就是因为地方不同的语音、不同的方言嘛，那你就会遇到藏族的人时候，他们我们一般讲丙的话是爬嘛，这个爬在前面，所以我刚刚讲到是这个爬是在最前面的话，我们都不能念哇，我们会念爬，前面它前面没有其他字的话，那就是你直接念爬。那我们会讲爬住就是牛，哎，我们通常会现在后面那个字你们没有学过，所以就有学过的人会念，那我们都会像这样的字是讲爬住，那讲爬住的时候，这个我们会念爬嘛。那其他安都地区的人直接会念哇处，他会念哇处，啊，这个区分这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念法的这个字啊，你们会往后会遇到不同的藏人，然后就会听到这些。好，我们再念一遍啊，这边，嘎哇，高哇。高啊，高啊，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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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卡萨，卡萨，卡拉，卡拉，卡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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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高啊。卡萨卡拉高啊，卡萨卡拉高啊，卡萨卡拉高啊，高啊，哦，所以现在要记住是高啊和高啊，你们是那个音一定要区分，一定要辨别，好，这三个句子，如果是30个句子里面，你们已经知道了3个名词，3个名词。如果是拼起来的时候，这样就3个名词了嘛，对不对？那我们30个字母里面第4个是什么？第4个彝族里面的第4个。哦，哦，那我们就这边。能不能请问一下，那个爬旁边有一点，那后面的那个卡的前面怎么没有一点？
这是一个字啊，不用点了，这是一个音，这是一个音节。爬那个前面这个一个字。你加了这个字的话，那就变成2个音节了。哦，所以它2个是一个音，是不是？对对，一个音，这整个是念成一个音。对对。那就不要点了，这样子。对你点的话，那就它不是，它就有3个。哦。谢谢。它就不是牛。对，它就变成不是牛了。你加一个点，它就变成不是牛了。好，那我前面加一个阿拉，一般就对我什么什么阿拉，好，那后面我们造句的话，阿拉我对我什么什么什么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呢？这前面是对我的讲的时候，那就用了阿拉，阿拉，哦，阿拉6个月，一般人我有手，阿拉你有什么什么什么，那会讲到我有手，哦，阿拉6个月。好，你们前面也有手，这个没有学过的人不用先学这个，只先讲。我写这个的主要原因是你们把30个字母记下来的比较容易，再把那个混在一起，那还有它有个名词，它就必有个意思，所以这样阿拉啊，阿拉不要念拉长，不要拉长，阿拉，对，阿拉，加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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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保重，哦，加嘎，加嘎。那我现在这边，后面都没有加动词，那保重是有个中文里面是也可以有一个动词吗？保重，名词吗？那藏文的话，叫你保重的时候，后面会加一个动词，但是现在我们不用加，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加个就可以了。加个是保重，加个。那藏文会加一个动词的话，加个起就是保重的意思。那本身加个也是可以保重啊，加个。这个是名词，你刚刚讲加个起是动词。动词。对，现在我们不用管动词了啊，先把30个字母把那个练好，对不对？加个，啊，哦，你这个问题很好，它不用加那个有卡后面也不用加那个线。不是我通常都这边有加一个嘎嘛，对不对？还有同学问的是这个嘎，我们这个里面，比方说加卡，我用了这个卡加卡，那边是嘎，2个都可以，这2个有的写加卡，有的写加嘎。那你们如果是要混的话，意思相同，所以发音出来的时候，有的念加嘎嘛，加个起，有的发音出来的卡，加个起，所以有人会写加卡，有人会写加嘎，加嘎，那如果是这边按照那边，如果是同样一起要写的话，那就写嘎，跟你们不混的话，那是卡也是可以写对的。哎呦，我一直在。这个卡已经嘎嘛，这个嘎对，
这是卡。这2个字后面不用写这个句号，你们有点像这个，我们是句号嘛，就写一个句子之后呢，因为藏文里面没有逗号什么这个，最后有一个，这个是代表一个句号，一个结，所以就看2个变成，那这个是就不用写了。就是它有一个尾巴长长。对对对，嘎后面就不用写，也卡后面也不用写那个谢。对，这2个字，加上也有这个下，应该下后面也不用写。对，这个下，这个也是有它有长线嘛，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是这3个就不用写那个线。其余的因为要知道这个是一个，通常是一个长的句子才会写那个线。那这边我们是一个名词就已经短句的里面就这个名词要让你们知道，就都有写下来，对，一句。所以刚刚同学说那个嘎后面没有写那个谢，我们通常会讲那个谢啊，那就这个不用写啊，它本身那个嘎的那个角是很长的啊。加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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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恰，卡，巴，巴，恰嘎巴，恰嘎巴，恰嘎巴，那个什么虫，蝗虫嘛，啊，蝗虫藏文就说恰嘎巴，恰嘎巴。OK， 我们再念一遍，阿拉，阿拉，阿拉，加嘎，加嘎，恰嘎巴，恰嘎巴，恰嘎巴。哦，你们一起念一下这4句，这个3句。一个字一个字，然后拼起来再念。阿拉，啊。加嘎加嘎，恰嘎巴，恰嘎巴，你们要一字逐字念的，这个是要很重要。藏文你要拼准，一定要逐字念才会拼准。我们藏人小时候学的时候也是，从好几个月都是老师教我们逐字念。你逐字不念的人，你慢慢虽然学到了，但是你这样去一起阿拉加嘎是在念的过程当中，往后是有很多字凑在一起，你虽然会看得懂那个，但是你念出来的发音就不准。所以我也遇到这些学那个藏文的华人，那叫他逐字念的话，他逐字念的时候就已经发音很准了。那没有去逐字念，他就这样一起念下去的时候就发音不准。这个你们要先，初学者如果是练习的时候，你一定要逐字念。然后我们前加字后加字加上去的时候，也是同样要一个一个要念，才会发音准。好，现在到了恰，那个是第2组嘛，对不对？第2组的恰后面是什么？啊？什么？恰，对不对？恰对恰。那我们一般是恰是什么呢？恰是什么意思？茶嘛，对不对？对，恰就是茶，恰就是茶。那恰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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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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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茶的人我们就会讲恰嘛啊，恰嘛恰嘛啊，就是煮茶的人，我们你们到哪里遇到的煮茶的人叫恰嘛。嗯。煮茶的都是女性吗？为什么要加那个母亲的妈？哈哈，很好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妈是母，但是你要拼字的后加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母亲的母啊。啊，对对对对，这个好就很好，这样疑惑是很好啊。所以这里面它是一个名词，两个词凑在一起了，那就变成巧嘛，巧嘛就是煮茶，恰嘛恰，恰嘛恰嘛，恰嘛恰嘛，恰嘛恰嘛，对。就是机智的时候，照着那个本来的音这样念就对了，恰嘛这样子。对，有没有明星们现在都在学机智嘛？对呀，对。短的时候就两个一起念的时候变恰嘛。对，独自念的时候是它的音，对，然后拼起来的时候就是音有点变衡嘛，恰嘛，恰嘛，呀，下，呀，下，呀下，呀下，呀下，那呀是什么意思？下。哦，对，那拼起来呀下就是鱼肉。可以啊，爬下，牛肉就可以讲爬下，两下，两下，然后第三组里面的那个第一个字叫什么？大，对，大，拉，大拉，大，拉，大拉，大拉。大拉是什么呢？椰子树，椰子树叫大拉。好，我们再念一次，恰嘛，恰嘛，呀下，呀下，大拉，大拉，恰嘛，恰嘛，呀下，呀下，大拉，大拉。好，那大后面是什么字？踏，不要念踏，大，踏，踏，逐字念的是一个一个字，踏，踏，嘛，他妈，踏嘛，他妈，好笑吗？有骂人吗？你们是他妈的那个吗？那个骂人他妈的，那不是啊，这个是他妈，他妈，他妈，他们是最后，他妈，他妈，好，那是接下来是他嘛，对不对？他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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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意思，他恰。好，那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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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病，好，再念一次啊，他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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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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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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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有那差，那差，
那差，那差，哦，好，那个那后面是第几组？第四组是不是？第四组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嗯，第第四组的一点爸爸啊爸啊爸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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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意思吗？爸爸是爸爸，怕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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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哦，怕妈是父母的意思。怕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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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怕妈是中文我有看到的是手摇转吗？是吗？手摇转转还是站？转嘛，手摇转，手摇转是藏文里面用到是怕妈。好，怕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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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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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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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后面是什么？就是对，这一字的怕后面是妈妈，对不对？爸爸怕妈妈，好，那我们就妈妈啊啊妈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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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的意思是吧？啊妈，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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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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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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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里它都变成哇嘛，是念哇，不能念差爬差爬，不能念差爬，差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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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啦咋啦阿妈阿妈，然后是差后面是什么？它什么？我咋咋啊咋哇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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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这个有点早晚那是要有那个印度的音啊音，我们通常是藏文一般不会讲，叫你快的时候不会讲早晚那，那这个是有印度的音来去说明的，那因为我们现在要凑那个造句嘛，那个扎那个造句，我们就我找到了这个词早晚那啊。早晚呢？哇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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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那个下你们就发现到后面有一个点点的，对不对？我们上次学的小我下那个哇下
虾这个我们学到30个字母里面的这个虾，对不对？这个虾，那现在因为要拼对，所以加有个这个三角形的，才是我虾。这个虾帽子的，这个虾是帽子的意思吗？虾是帽子，那这个帽子的材料是什么？是我就是狐狸嘛，狐狸的皮，狐狸的皮所做出来的那个帽子，所以叫我虾。你看他穿的就是那个啊，他穿的是狐狸皮的帽子，看到吗？啊，我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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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虾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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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眼嘛。所以你通常你有人在路上碰的话，你就直接可以讲瞎了。这是藏人的一个骂人的一个句子，你可以说瞎眼了吗？就是意思是你瞎眼了吗？瞎了啊，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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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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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那找我呢？找我呢？啊，我下，我下，下了，下了，啊，下后面的是什么字？啊？什么？杀啊？对，杀后面是杀嘛？杀，杀吃的意思嘛？对，单音是吃。杀是一个动词，就是讲的是吃的意思。杀，那我们现在杀后面也加了个妈妈的那个妈，啊，是吧？那杀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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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杀妈，杀妈，啊妈，阿妈，啊妈，阿妈。阿妈它是一个副词，所以它有淡的意思。然后我前面讲淡更优，这个是优嘛？是那个优嘛？对不对？那赏，那个我念错了吗？那个那是吗？那个部首怪怪的。它是人字旁是优嘛？啊，优秀的优，它不是副词吧？是副词吗？不是副词啊，不是副词吗？那我有点拼错，它是副词啊。这个词不会当成副词吗？不会，那我再进入去查那个词后面的。那总而言之，这个阿妈都是意思是副词。这个阿妈，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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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啊哇羊啊哇羊啊哇羊啊哇，有点像。这里我发现我这里悲鸣也是羊熬的意思，然后有恐惧也会讲羊熬啊，它有两个意思啊。对，恐惧是负面的，为什么正面跟负面可以用同一个字表达？你就是看前后字来去看那个字，它是属于是悲悯还是属于是恐惧，用前后字来去判别。这个字不是性会跟着变。
前后自来去跟着他讲的是悲悯吗？还是那个恐惧？嗯，对，跟着前后文来去啊。但是你甚至你在对吧？什么场合上面去说，所以有2个意思，所以养老啊，养老啊，又有点像很可怜呐，也是用这个用词，你们懂啊？可怜呐，好可怜呐啊，养老啊，那加一个那的养老了，养老了，好可怜呐，啊，养老了，这后面我没有拉这个拉啊，我们30个字母里面就有个拉嘛，啊，那对啊，这个词，这个山的那个，对山，拉，就是这个拉，这个拉，养老了，养老了，啊，养老了，啊，这不提养老了，不提，你们接着跟我一起念，不提，不提就是这个小孩，不提，养老了，这个小孩很可怜，所以这个养老是那个是你要看，我们不会说这个小孩很恐惧，有点。那现在养老了，就是看在你在什么场合讲嘛，好，呀，哇，养老啊，妈，阿妈，妈，阿妈，啥妈，什么，那这个什么，这康区的大部分都会，那个食物都会讲什么，我们会讲卡拉嘛，卡拉，就是胃脏的人大部分会讲卡拉，尤其是拉萨人会讲卡拉。那什么是，康区的大部分会讲什么啊，什么啥，就后面加一个什么。动词后面那个是动词，什么是食物嘛？那吃是啥，对不对？什么啥？对啊，吃饭的意思。我们碰到不会讲吃。是不是加在那个麻的后面加一个这个啥？对。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这个一竖。那个你要加啥的话，那个线先不要这个擦掉。对，那就是什么嘛，吃饭的意思，什么啥，什么啥，就是吃饭啊，可以，对，也是那什么啥，直接，因为这个敬语是大部分是拉萨用的嘛，拉萨人这个敬语，但是安都地区那个康区几乎不会用这个敬语，所以没有跟这个，他直接讲什么啥就可以。那我们如果是拉萨人的话，讲什么啥，上面这个人没礼貌，是对，对上跟对下，或者你如果是对上对下讲什么啥是可以，但是你要对上你父母什么啥，但这个没有礼貌的一个，但是这个是我们往后进一步会学到嘛。一般的语不是那个敬语，这个什么啥。一般的语。一般的语言会讲到所以它不是属于就对了。对，但是一般你是看你什么地方的人，你如果是康区的人的话，你这样讲，我们完全不会讲他没有什么礼貌，因为他本身的区域那边就都是讲这句话啊，他没有什么分什么敬语跟不敬语的部分。
那你如果讲卡拉萨的话，也不是敬语啊，萨本身不是敬语啊，所以都是吃的意思啊。先不用写敬语，复杂，因为刚开始要学的部分嘛，直接知道什么啥，因为30个字母里面就已经知道嘛，你们学啊，什么啊，好，对，阿妈呀，哇，羊啊啦，然后加一个语句一个表情的自羊啦，自就是哇，很可怜呐、或者是很悲悯啊。现在我们就学羊啦，那羊啊，牙后面是什么字啊？牙后面是啥吗？牙后面是啥啊？牙后面是什么？没有遗嘱啊，牙是后面它是遗嘱的，牙后面是什么？啊，下沙阿姨啊，对，另外一组了啊。对，ra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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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山羊嘛，对不对？ra 本身是山羊，那后面加一个下是肉，对不对？那山羊肉啊，ra ra 下，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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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拉哇，老啊，老啊就是山顶的意思，山顶啊，下哇，小啊，下哇，小啊，鹿，对，小啊，小啊下是鹿肉，那我们如果是鹿肉的下，因为都3个字嘛，中间会加一个属格，那是文法里面你们没有学过，像小啊下，听得懂，小啊下啊。然后是藏文，如果是一般加属过的，小微下是鹿的肉，因为有3个字嘛，那两个字的时候，它就不用加那个属过这边，直接知道，小啊，下，哇，小啊，下，哇，小啊，拉，哇，老啊，ra 下啊，那下后面是什么？萨啊，萨恰单一的恰是什么意思？双嘛，对不对？那现在这里它凑在2个字，萨恰地方，萨恰啊，地方的意思，萨恰，萨本身是地嘛，对不对？萨恰就是地方，萨恰啊，哈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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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讥笑有点像取笑的意思嘛，哈恰哈，这是也是有笑起来的那个嘛，哈哈哈哈哈，对，那这边是哈恰是直接讲是讥笑，哈恰啊啦啊啦啊啦哈恰哈恰
萨恰萨恰萨恰，我们从后面念过去啊，再好，在前面，啊，好，不念你小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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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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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啦，哇，老啊，啊，然后。拉下，拉下，拉下，好。养啊我是吧？你们那个养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养啊我是什么意思？是吃的还是什么？对，养啊我，养啊我，还加一个拉的话，养啊我了，养啊我了。哦，对，然后是阿妈，阿妈，阿妈。好，食物呢？不要念什么，不是啥啥，什么是不是吃食物？什么啥是如果讲什么，因为我后面加一个啥，什么啥是有印度的一个食物叫什么啥，它是专门有一个但是这里是不要念啥嘛什么什么什么啊。吃什么意思呢？对，那吃食物吃饭什么意思？怎么讲？萨玛萨啊，萨玛萨，萨玛萨，萨玛萨啊，那你要加个动词的，再进一个什么去？什么去？什么去？啊，去是吃的意思嘛？你们先记住一下，去是吃的敬语。什么去？啊，什么去？茶去，茶是茶，是不是？茶，所以就喝茶，茶去，茶去，怎么念？啊？然后下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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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呢？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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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快速。早安呐，早，哇，那，早安呐，早安呐，好，好，然后，啊，你们的发音有，哦，差，哇，草哇，啊，你们就先一个字来念，然后去拼，差，哇，草哇，草哇，啊，那根本怎么讲？啊，扎了，扎，ra，扎了，妈妈呢？啊，妈，阿妈，阿妈，阿妈，
好，下面，哎，这个呢？帕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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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父母呢？帕玛，你们的声音，帕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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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然后是爸爸呢？爸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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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先休息吧，先休息，好，那我们又继续来，刚刚讲到那个爸帕嘛，爸帕，爸帕爸帕爸帕，好，在前面呢，哦，好，你们自己念一下这个，好，这个你这一排念一个那个，啊，哪差啊，他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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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打吗？他妈他妈，对，他妈好，在前面。好，那你第二排，你们第二排啊。大拉，大拉，大拉。第二个应该大家会，你们两下，两下，两下。你们第二排啊。不要念强吗？不是强吗？强吗？强，强，嘛，强吗？强吗？你们念强吗的话，强吗是扫把呢？扫把，强吗？扫把吗？扫把，对，扫地的那个扫把，那个叫强吗？强吗？这是强吗？字不一样，字不蛮一样，前面那个字不一样，强吗？强吗？强吗？好，在前面，好，第三排，恰卡巴，啊，恰卡巴，恰卡巴，啊，恰卡巴，加嘎，加嘎，安了，安了，安了，好，在前面，好，好，你们第四排，啊，卡萨卡拉，卡萨卡拉，然后是雪呢，卡
卡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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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哇高哇高哇，好。好，那我们30个字母之后有解你们第4页里面有个4个元音嘛，4个元音啊，30个上个礼拜就已经教了啊。我说你加的这个2个字一对一对的这个全部都完了。你上个礼拜的30个字母学到的话，这个配的是都会念呐啊。那主要是你们自己去抓住这30个那个名词，什么肚子是怎么说，藏文怎么说，那学藏文怎么说，这些是名词嘛。那你现在开始累积嘛，对不对？啊，我可能比你还丑吧？那个字，我的字很丑，我不太会写。好，那我们现在学那个4个元音就是30个字母之后，那就是4个元音。那它会，这个是kiku shemju jangbo naro，所以是我刚刚念的是这个音，这个是 kiku shemju jangbo na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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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这4个带到每一个字上面的话，那它就是几个譬喻嘛。这个啊，最后30个字母里面最后那个啊，对不对？所以啊 k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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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啊 kiku 一啊 kiku 一啊 k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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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也是有时候单音念时从来没有再念过，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混淆。啊 kiku 啊 kiku 啊 kiku 一啊 kiku 一啊 kiku 一啊 shebju 啊 shebju 啊 shebju 哦啊 shebju 哦啊 ja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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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naro 啊 naro 啊 naro 哦啊 naro 哦啊 kiku 啊 kiku 一啊 kiku 一啊 shebju 啊 shebju 哦啊 shebju 哦啊 jangbo
啊整波诶诶啊那罗啊那罗哦啊那罗哦啊吉古伊啊什就乌啊整波诶啊那罗哦古什就整波那罗乌诶哦伊乌诶哦伊乌诶哦，那我这个四个元音是在啊上面加，对不对？那这个是刚刚那个四个元音是 e u a o 嘛？对。那刚刚你中间讲提顾什么那个像云这样，那个是要干嘛？那是原因不懂，就是一个原因是 e u a o， 那但是那个提顾是什么？这个是开几个 key 嘛 ，key， 开几个，不对不起，这个是 e， 那 e 是，如果是每一个单字上面，它这个四个元音要每一个单字上面可以加嘛？那我们现在举例是啊上面加一个这个 key 固，所以这是机制嘛？在机制上面再加一个元音，那啊 key 固 e。爱起鼓音，因为这是起鼓嘛，这个是音，这个音就是起鼓，对不对？那起鼓加在这个机制啊上面，那你先念啊起鼓音然后才可以再加一个元音。啊起鼓音，所以你要把那个整个念就是一一个字念说啊起鼓啊起鼓音。这个音 e， 前面那个是拼音嘛，拼出来之后，最后的音就是 e。所以那个整个啊加体固，其实这个要一起念 e。对，最后的那个结尾是 e。那单字变成了啊起固啊起固 e。对，好，你这样问的很好啊，其他同学也许新的就有解惑。这个符号对，这个符号就是你们讲符号，这个符号就是 kiku， 这个符号念小猪，这个符号念整波，这个符号念哪路，这个符号，这四个是元音，元音字，一五一哦，一五一哦，一五一哦，还有kiku， kiku 一，小猪，小猪五，就五，整波，整波 A， 整波 A， 哪路，哪路哦，哪路哦，所以就把这个直接念上去了，一，五，A， 一，五，A， 那同样这个加在任何一个我们30个字母里面的话，那都一样，就是音有点变而已。那我们现在是机制的第一个嘎，对不对？嘎，那加个起固的话，嘎起固，嘎起固基，嘎起固基，嘎起固基，嘎
协助，加协助，顾，加协助顾，加协助顾，哦顾，加政府，给，加政府，加政府给，加政府给，加协助，加协助顾，加协助顾，加协助顾，顾，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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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不起。哎，嘿嘿，怎么会？怎么会这样？没有专心。好，这个专注力不强。给，顾，给，过，加几个给，加几个给，加什么就顾，加怎么给？干哪都过。哦，这样这是第一个字上面加。那我们30个字母里面就同样这样加。我们第二个看，我们这样我们就不用写，我们念嘛。我们第二个看，看几个 key， 看几个 key， 看协助，看协助库，看协助库，看起股，看看政府，看政府 K， 看政府 K， 看政府 K， 看，看哪路，看哪路扩，看哪路扩，看哪路扩 ，K 库 K 扩。K 库 K 扩，好，到第三个卡，我们的第三个现在是卡，卡对不对？卡几个 K， 卡几个 K， 卡什么库，卡什么库，卡整个 K， 卡整个 K， 卡哪路扩？卡哪路扩？ K， 库 K， 扩，哦，现在是啊，对不对？啊几个你？啊几个你？啊，协助，啊协助我，啊协助我，就是哭，我就是哭的意思，我啊，牛的就嘛，我整个你，我整个你，哪路，我哪路我，我哪路我。哪容我，加一个妈的话，我嘛，是真的意思，真假那个真嘛，我嘛，你，我，你，我，加几个字。加几个字？加什么就？加什么就？加整部字？加整部字？加哪路就？加哪路就？加哪路就？哦，加哪路就？
有时候不写。现在是恰嘛，对不对？恰一股气，恰一股气，恰什么就出，恰什么就出，恰整不气，恰整不气，恰哪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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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出，气出，气出，气出。现在是会不会觉得这音好像没什么在讲气出气出加记就，但是往后这个音要念准的话，你们要接下来也要这些都是要用到的嘛。这个是发音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要准，发音一定要准那是掐嘛，对不对？掐有个气，掐有个气，掐什么就出，掐什么就出，掐整不切，掐整不切，掐整不切，掐哪路出，掐哪路出。球，桥后面是什么？娘，不是娘，我是刚刚按照你们念的娘不是娘，对娘，对。娘有你。几个你，娘小猪牛，娘小猪牛，娘整我你，娘整我你，娘哪路牛，娘哪路牛，娘哪路牛，娘几个你，娘小猪牛，娘整我你，娘哪路牛。娘哪路牛？有什么音啊？牛跟牛是不一样。牛，娘哪路牛？不是牛，娘哪路牛？娘哪路牛？纽西兰的牛，不是牛啊，牛，娘哪的牛，娘哪的牛，好，第三组大马，大等不对，大小就多，大有地方啊！怎么会乱成这样？是，那个是十几世之后就已经没有念这个，第一次开始从那个初学开始，初级再教，所以就很有时候就是。好，不错，你们这很专注，对，你们一定要抓住我的那个缺点。好，那我们现在你们大部分已经会写了嘛？那就是这样念的话，念语言是一定要念嘛，对，这样音才会抓住。好，大有个地，大有个地，大什么就多，大什么就多，大整不，大整不对，大哪路，大哪路多，
大后面是什么？他，对不对？他一个 t， 他一个 t， 他小猪，他什么叫兔？他什么叫兔？他整部，他整部贴，他整部贴，他哪路？他哪路拖？他哪路拖？哦，他后面是什么？他有个 t， 他有个 t， 他什么叫图？他什么叫图？他整个贴，他整个贴，他哪路拖？他哪路拖？他后面是什么？拿不是拿，不是拿东西的拿，拿一个你，拿一个你，拿什么叫奴？拿什么叫奴？拿整个你，拿整个你，拿哪路奴？拿哪路奴？哦，这个拿你奴奴是不是？拿你奴奴拿拿你奴你奴哦，这个有点像日语吗？哪里努你奴，哪里努你奴。好，那后面是什么？爸，爸有个 b， 爸有个 b， 爸什么叫不？爸什么叫不？爸整个 b， 爸整个 b， 爸哪路不？爸哪路不？爸后面是爬嘛？爬，对，爬有个 p， 爬有个 p。怕什么叫破？怕什么叫破？怕整个配，怕整个配，怕哪路破？怕哪路破？哦，怕后面是什么？爬有个皮，爬有个皮，怕什么叫破？怕什么叫破？怕整个配。怕整个配，怕哪路破？怕哪路破？怕后面是什么？马有个米，马有个米，马什么叫母？马什么叫母？马整个没，马整个没，马哪路母？马哪路母？再有个字，再有个字，再有个字，再什么叫做？再什么叫做？再整个字，再整个字，在哪路做？在哪路做？再有个字，再有个字，再什么叫错？再什么叫错？再整个错？再整个错？再哪路错？再哪路错？错，其实一般错的话就是生命的那个命，寿命藏文是错，错的，虽然当然有前加字，但是海的那个声音一样。藏文里面是海嘛，海是错，但是它有前加字，它还有前加字，但是音是一样，错，好，错，然后是再一个字，再一个字，再什么叫猪？再什么叫猪？再整个字，
za等不Z， za哪路走， za哪路走，然后是哇，对不对？哇一股为，哇一股为，哇什么就无，哇什么就无，哇等过为，哇等过为，哇哪路我，哇哪路我。好，哇后面是什么？霞，不是霞，霞，霞，啊，霞有个西，霞有个西，马有个米，西米，西米，你要不是有个猫，你们讲猫吗？西米，西米加西米，我刚刚有讲的西米，所以米你们就会觉得又漏掉啊。好，下一个西，下一个西，下什么就数，下什么就数，下什么就数，下等我西，下等我西，下哪路数，下哪路数。哦，下后面是什么？啊，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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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西。撒有个西，撒什么就数，撒什么就数，撒等不西，撒哪路数，撒哪路数，西数西数，西数西数，啊有一，啊有一，啊什么就无。啊什么就无，啊等过一，啊等过一，啊哪路我，啊哪路我，一无一我，啊一无一我，呀有个一，呀有个一，呀什么就有，呀什么就有，呀等过一。呀等不耶，呀哪路有，呀哪路有，一有也有，一有也有，ra有个리， ra有个리， ra什么就如， ra什么就如， ra等不리， ra等不리。ra哪路罗， ra哪路罗， re ru re ro， 啊，拉一个里，拉一个里，拉什么就路，拉什么就路，拉等不嘞，拉等不嘞，拉哪路罗，拉哪路罗，里路嘞罗。里路嘞罗，下有个西，下有个西，下什么就数，下什么就数，下等过西，下等过西，下哪路数，下哪路数，西数西数，西数西数。撒有个西，撒有个西，撒什么？撒什么就数？撒等不西，撒等不西，撒哪路数？撒哪路数？西数西数，西数西数，哈有个嘿，哈有个嘿，哈什么就呼，哈什么就呼，哈等过嘿，哈等过嘿，哈哪路吼，哈哪路吼，嘿呼嘿吼，嘿呼嘿吼。
啊有个一有个一什就哦什就哦等我等我哪了哦哪了哦一哦哦一哦哦，所以虽然你们觉得很多，但是30个字母上面加这个4个元音，那就是你会念。那其实34个嘛，啊，34个，你每一个30个字，每一个字上面加那个元音，自己去练习嘛，啊，自己去练习。所以藏文是几乎都是30字上面加那个，主要是这34个，那4个元音后面有个叫4个下加字，4个下加字消不了吗？好，多练习一下可以。那那个啊，皮肤怎么那个，可不可以有那个写个音标给我们？音标，用英文的音标吗？那4个几乎什么几乎还几乎。其实你要抓住那个我念的时候音，你的音标有时候音标发音，你要按照音标去念的时候不准啊。我不会照音标，但是会至少知道是可还是个，就是起咕。起咕。第二个小猪。第7页有。但是看不懂，不知道那个音。因为key 是应该是这样有的音吗 ？key 这个可以念 key 吗？可以。key 咕，但是你们不是很听啊，你们那个音标怎么音的？key 哭key 哭嘛 key， 但还是我不要分了，那就会拼错的话要不行对。对，我录音，然后你们就抓住那个音自己去拼，比较好。那我这样乱拼的话，你们就1、2、3、4那个这个部分你们录嘛，起咕，小猪，整波，拿肉，几股一，什就五，什就五，整波整波拿肉哦，拿肉哦。拿肉，就那个肉是ra，我们不是有一个ra吗？这个ra，那拿肉，
那肉，那肉。所以今天只教了4个，没有教好多啊？今天教好多。今天教很多吗？你前面教那么多，超多的。加30个就变好。你们这个今天我们只亲自是亲的4个字而已，然后把那4个那个原因呢，把上个学期上个礼拜我们学的那个30个字母上面加上去的，30个单字，对，30个单字上面怎么去加？因为对，因为你要拼，你要把那个30个字母的那个音要抓住嘛。比如说嘎上面加一个九，对不对？嘎九 g， 那嘎的那个音要出来，嘎九个 g， 嘎九个 g 嘛 ，g， 对，那嘎后面加一个什就是嘎什就固，嘎什就固。都有那个嘎的音嘛，有没有？对啊，所以看机制什么音，他用这个音来去抓，像嘎后面是卡，对不对？所以卡几个 key， 就是那个卡的音嘛，卡几个 key， 那个会吗？啊？刚刚你有示范，这样比较 OK。哦。就是기구、相助、정보、나루，这4个是你们是比较不会念而已啦。好，再念一遍，기구、相助、정보、나루。기구相助정보 나루， 기구相助정보 나루。 哦，所以在这个4个元音加在一个，比方说2上面的话，那就是2几个2几个1， 2相助5， 2相助5， 2정보1， 2나루5。那你们就从那个嘎开始加一下，怎么去念？比方说嘎上面加这个4个的话，那个好，先你们嘎上面第一排你们加，你们后面都不用加，你们这第一个对。好，很好。第2排。你们左右都没有声音啊！好，第3排。很好啊，这样对，然后是第1排。哦。恰哪说错。后面。对，第1行。
好，你们也可以继续念那个呀。你拿了什么？哦，牛，哦，牛。有点像牛了。好，那个你继续那个从这边你们第一排念。好，继续这个。他见过铁，他拿着头。那几个你，那十九诺，那见过你，那个好，第二排。帕那罗帕。好，第三排。在。差是你念是差还是差？差啊。好，继续。我等过喂，你们有点像个喂，那喂，我，好，那个霞，你第一排。五点五诶，那罗呀，不要念呀，不是呀，你要呀的话，就是后面加有个后加字了，呀卡呀，我们口，你那个念呀的话，就是变成了牦牛嘛，牦牛是呀啊，那它就有前加字就变音了，它变成浊音，本身是呀，那有前加字嘎就变成了呀，所以因为变成了那个呀声音变成了呀，那后面有个后加字就变成了呀，口呀嘎呀，所以你不能念呀，这个是呀。所以现在我们念的都是一个就是原30字母的原本没有变音，那后来今后它前加字后加字后是上加字的时候，它就变浊音，那个时候就声音有点不一样。现在按照30个字母的音来去念嘛。那我们刚刚到了这个呀嘛，对不对？那第4排我们刚刚没有念第4排，没有叫4排来叫。好，后面那个用第4。你们第3排吗？
我是没有听到，你们来。可以吗？第4版你们有几位？从ra开始ra一股 ra sem ju ru ra jang bo re ra na ro ro 我们是 la 一股 li la sem ju lu la jang bo le la na ro ro 下一股 si 下 sem ju shu 下jang bo she 下 na ro sho sa一股 si sa sem ju su sa jang bo se sa na ro so 哈一股 hi 哈 sem ju hu 哈 jang bo he 哈 na ro ho 一股 e sem ju o jang bo e na ro o 一五 l 好。那我们今天就主要是 kiku sem ju jang bo na ro 这4个抓住，加在这个30个字母上面，你们回去练习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那就里面有录音的话，就继续听嘛。是吗？对。